个地方的步调很慢，惬意的氛围让人心情放松。但是其实内湾也可以很刺激的哦。我现在就要以一个不同的体验，带着大家来认识内湾。来到内湾这边呢，有好吃的，有好玩的，我都体验过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我要来挑战我心跳的极限，我的荧幕猪跳跳就要献给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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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waii Go！ 哇！我不行掌握，我不行掌握，我回来了！不要！在内湾让人家心跳最加速的地方，情侣来到这里呢，一定要跳一跳，让你的我要吐了但是呢，不要跳太久会不舒服，因为它够压在胃的地方。天哪！第一次跳得这么高，我可真的是吓破胆了。但是还不够，还有一项更刺激的活动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好，刚才挑战完心跳的极限，接下来要挑战我速度的极限。但是跟各位讲一个秘密我没有驾照，没有驾照可以开吗？没有关系，穷人做的事唔怕。真的吗？做得，但是呢，你试车要注意安全，你帽要戴好，你要扣好，路障。走得吗？走得。好，你安全带要落好。有哈，你是试过车哈？不是。不是哈。不成。好，你要做得你的前脚丢入门，你的左脚丢。前腳係入門。左腳係動試車要注意安全Never 注意安全。等下試車你也注意安全咯。我試車你都要注意安全哦。大姐，耶！加油！嘿，大家可没有被我的尖叫声给吓跑了吧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很担心的。但是只要做好防护措施，你就可以好好享受赛车带给你的快感喽。但是还是要记得，试車而注意安全哦。